冬之际，来到东市，走进刘桂兴亲手栽种的桂花树林里。金桂树、银桂树的枝芽上还冒出新蕊。传统8月桂花香，因为气候异常，现在桂花树整年绽放。我们客家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桂花呢？我想，在以前那么困苦的时代哈，桂花也带来给他们无限的生机这样。因为你看贵，你想到贵就是贵人啊，富贵。贵客，桂花和客家有那么大渊源，也是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呢更有文化的。细心捻着小朵袖珍的桂花，70、80岁的阿嬷们还得逐一挑选，再日晒，才能拿来酿制桂花产品。眼前一篓篓亮眼的金黄色，可是忙上好几天才有的成果。爱桂花，进而从桂花产业切入改造社区。刘桂兴的号召之下，社区妈妈们酿桂花蜜。做桂花茶，桂花园里能留下的，一样也舍不得浪费。暗香，很香，好食，好食。一锅热汤圆拌入桂花蜜，清甜的香气立刻让人唤醒了胃口。大姐家忙了一整个早上啊，就是为了弄这个桂花汤圆。你吃早餐了吗？酱儿蟹。是正要吃的意思，就正要吃酱儿蟹，酱儿蟹。然后四线我们说张威胜，苏小姐，我教你一句，你是酒嘛？你吃早餐了吗？这个我有听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是酒嘛？是酒嘛？是酒嘛？你吃早餐了吗？然后我们就可以回答张威胜，这酱儿蟹。入口的不只是桂花汤圆。还有这些客家妈妈们拌入的时间和心意，希望让客家最喜欢的味道能在更多地方处处飘香。唔識酒嘛，真愛食；唔識酒嘛，真愛食。